在海军里队即将展现的是 V 字胜利队形。胜利队形必须靠着整体的默契，配合音乐的节奏及枪法的变化来完成。过去海军军舰来台南，海军官校游击队甲台军队的精彩表演，总是吸引满满的民众眼光。你受到疫情的冲击，2年后，今年3月12、13，海军军舰将恢复停靠安平上港，再次开放登舰参观。台南市民政局都要邀请机关团体甲民众组队，把难得机会来认识海军的装备战略。呼吁市民登舰一定要主动提出身份证明，并且要记得挂翠安，安全第一。我们在安平的海港敦睦舰队的磐石舰跟承德舰要停靠在海港供市民朋友来参观这部分呢，除了说展现我们的国力之外呢，他们还有海军的仪队的表演，节目非常精彩，差不多1个小时的表演这个部分呢，请市民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呢还有疫情期间，也希望说大家都一定要全程戴口罩。民政局表示，活动期间只开放新信路管制站予民众出入，而且预估2天会有数万人潮，所以也是请民众尽量使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造成塞车的困扰。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